才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永远我愿为一生。离开你啊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呀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大家看好，先生即阵所写的即字叫做孝字，大家写10遍，啊听下先生来看哦，好不好？阿红，你哪会写到安尼啦？来，我教你。哎，对啦，对啦，阿红，你写字哪写到歪歌词纸对唔对？我真正讲得无唔对，来，我这切白目仔兄来甲你教一下，来，来，大家注意看，注意看，我来写一下哈。真好，哈，我嘛是经过千辛万苦，考到学到安尼。大家看，有水无？教今嘛无半批，佮想要教人哦。啊，你看你啦，写的是啥物字？毕竟啦，写会较歹。哎，无要紧，嘿，大家注意看哦。虽然吼白爸仔兄袂晓写字，啊，毋过我会晓比把戏哦。注意看，开个看，好，想看比把戏哦。开始哦，嘿，注意看，嘿。拍个短线，有什么讲吗？来，有人分来，你一支，阿水多少？阿兄，少年姑娘来啊！秀莲，啊你哪来？我是来接我的小弟阿红。你来接阿红啊？阿红真个练是写字啊，而且阿红哦，这字哦，愈写愈好看，愈写愈水呢。是讲，即阵你来接阿红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啊？秀莲，你面色无啥好看，是毋是有心事？啊，真是嘞，我不应该安尼问你。我确实有心事，啊，毋过我毋知要安怎来讲。啊，有心事你就要讲出来啊！你讲我知影，无得靠我当想办法替你解决啦。这件代志你无倒当三工，天心，我刚才想要甲你讲，你对我的好，我会永远记在心内。秀莲，我听你讲，我真欢喜的呢。你敢知影？你对张公母回来了后，我每一天生活内，我就想讲要去找你。我真正有足侪话想要对你讲的。天心，其实秀莲，我知影我不应该对你讲这尔多话，你莫袂想呢。
对啦，秀莲，自从你对将军府回来了后，我就知影讲你是决定自律天上啦。以后咱两个绝对袂阁分开啊！秀莲，我知影我何天生即阵无啥物成就，不过请你放心，我会努力考出功名，绝对袂互你失望的。你稍等一下，我来叫阿红。天生，我嘛甲你有同款的感觉，我真无想要甲你分开，毋过无离开这，阮阿爹甲小弟可能有性命危险，你对我的情义，只有后世人才继续。阿弟啊，阿弟啊，哦，我转来啊。好。阿弟啊，你环保啊，是要去倒位啊？恁阿姊敢无甲你讲，阿爹要带恁离开遮？阿义仔，恁要离开遮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阮阿爹惊大将军会对阮不利，所以要带阮离开。我拄则无讲，是惊你烦恼。是啦，我个人的性命袂要紧，也毋过我袂用脱离秀莲到后，假使因两个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来对得起秀莲咱尔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是讲恁一家伙是要去对啦，敢讲一定要离开，无其他的办法啦。要去倒我嘛毋知影，今仔嘛无我当想遐济，只好行一步算一步。秀莲，阿好，咱来行。秀莲，咱们来行。阿义仔，虽然我无希望恁离开遮，但不过伊目前看起来嘛无法度啊。是讲会当慢几工才走无？我来替伊想办法。好，给你，帮你走去。嗨，恁来啊！阿义仔，是你，阿红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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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秀莲，天生，秀莲，进来吧。天生，你有要紧吗？我不要紧。天生，是你，你若是无甲阮转来，你就袂受伤啊。秀莲，你听我咧讲，来，你有受伤无？我无代志。把包起来，马上走出去。阿红，入去房间避开，阿爹无甲你叫，你唔通出来，给你。好。看办者，因袂帮人耍。阿义仔，咱着反手为攻，袂当踮咧遮等死啦。好，我出去甲伊应开。阿义仔，过来。袂用的，你落来照顾因，我来去倒。阿爹，阿爹，阿义仔，阿爹。恁真正想要杀恁灭口，恁的心肝敢会受用？哪位卖讲？皇大将军之命，绝对袂当留外口。来住！秀莲，你若蹛伫外口甲因拼生死，我来甲你斗相共。天生，啊，毋过你受伤啊。我袂有代志。阿义仔，我来甲你斗相共。来啊！过来啊！就算我咧拍死哦，我嘛要甲你拼到底啦！过来啊！
想袂到你苗武功竟然这么勇敢。阿义师，我真正踮咧街仔路做马点，互拍免惊啦。还佫有啦，人只要莫惊死我就毋相信甲因拍袂倒。何公主，你虽然是一个书生，也毋过真正有男子汉的气魄。阿爹，天心，阿爹，你有安怎无？我无要紧。天心，真头谢你，若毋是你，阮一家伙也恐惊。小莲，你放心啦，念论讲吼，伊无要收我啦。何公主，真多谢你甲阮斗相共，真歹势，煞害你着伤。天心，是咧，拢是阮连累你。小莲，阿义师，你毋通安尼讲啦，我无代志。今仔好佳哉有你甲阮斗相共，也若无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秀莲，你好好照顾何公主，我叫阿凤去通知何夫人，哈。拄则看你撞出去，我真惊你会出代志。小莲，其实拄则我无想遐尔多，我敢若想讲，恁一家伙绝对袂当出代志。小莲，假使讲拄则我若真正死啊，你会艰苦？无爱，我无爱你死。你是安怎无爱我死？是安怎，小莲？你是安怎无爱我死的？小莲，你是毋是我介意我？是毋是？天心，你受伤的代志，恁阿娘已经知影。我想，伊一定真烦恼你，所以我嘛无方便去留你。你家己要保重。我知影，我先来走。天心，明仔载我就要跟我阿爹离开这。你这一走，可能是咱最后一次见面啊。秀莲，我实在总唔甘你离开的，也毋过你若无离开这，你阁会有性命危险，我真正足歹选择的。天心，秀莲，你叫我。我只是想要甲你讲，你要保重。我知影，你嘛要保重。秀莲，其实我已经介意你足久的，你知无？我才遮尔大汉，你是我头前历史爷门的查某囡仔，我真正足介意你的，秀莲。人讲患难中见真情，你对我的好，
对阮讲家的情谊，我拢知影，嘛真感谢。不过真遗憾，我唔知要怎报答你。秀莲，我免你报答我，只要你心肝内永远有我好天性，安尼就够。我一定要甲秀莲讲，这是我亲身替伊订的补品，内底佫加入我的爱心、我的关心。哇，秀莲哦，一定会感动到哭。我会永远会记你。啊，毋过明仔载，我就要到阿爹离开这，要去什么所在，我嘛唔知影。甚至有可能延期过日子。啊，毋过不管安怎，会当熟悉你，我真欢喜。这嘛是我这世人上好的记忆。希望将来咱有机会会当有见面。秀莲，想袂到咱的缘分竟然这么薄。我掠准讲你对将军府回来了后，我有机会当甲你做伙。想袂到咱这么紧就要分开啊！不过秀莲，你放心，不管你去到倒位，我好天性拢会照顾你，拢会永远关心你。私心就是私心，有够好讲话啦。我头一摆拄着比我更较好拽的人，是讲哦奇怪，秀莲甲伊讲话眼神、声哨、态度，那甲我讲话拢无共款啊。敢讲秀莲甲伊？时间无早，你应该要回去啊，别有恁安尼烦恼。那安尼，我等下出来。看到因两个人安尼互相依赖，煞袂用斗阵，一定真艰苦。我上艰苦啦，吼，就是安尼，我就讲我就输啊，无可能啦，我会继续拼。所以讲吼，我家己先补一下。吼，伫我的面头前安尼，做无互我面子的，袂要紧，我就继续拼。什么人做的啊？天心，我真正就介意你，啊，毋过命运创的人，咱两个有缘无分，希望将来有机会，咱会当阁见面，请你家己保重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伊我定。
阿兄就是爱赌强，爱管因阿叔，安怎讲拢讲袂听。像顶摆啊，为着要趁钱，搁走去做肉店，真正是讲袂听。怀英，你讲恁两兄去做肉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哪会雄雄讲出来，这些惨嘛？怀英，你唔着紧讲啊！哎呀，就是阿兄拢不爱听我的口劝，为着要趁钱，走去做肉店，所以迄个时阵，规身躯唔才会黑青个血。这个囡仔，哪会戆我去做肉店啦？万一若发生什么意外，你是要叫我安怎？安尼是最后要转来。安尼啊，可能伫阿基西因兜啦。你想我唔知有要紧无？安尼啊，你免烦恼啦。阿峰毋是有讲过，阿兄只是受一点仔的外伤，伫阿基西因兜应该无代志啦。啊无安尼，你出来去看，紧点。安尼啊，哈你阿妈，阿兄应该袂转来啦。阿兄转来啊！阿兄，天生，对。你总算转来啊！你的伤有要紧无？阿娘替你足烦恼的。阿娘，放心啦，我这个淡薄伤，吼。阿娘要哪袂烦恼啦？你来戆我去市场做肉店啦。万一若有啥死角差，你叫阿娘是要安怎？阿娘，我去做肉店，迄拢较早的代志啊啦。我嘛想讲要趁淡薄仔银两来维持家庭的开销啊。我无代志啦，你放心吼。天生，以后唔通搁做无代志。你若伫一定关心啊，你是咱何家唯一的香火。伊无替你家想，你嘛爱替咱何家想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啦，阿娘，你放心，我袂做误代志。好啦，真暗啊，你较早休困。怀英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阿兄毋是甲你交代过，阿兄吼做肉店代志袂当互阿娘知影，你搁讲出来。我毋是挑工的，而且我嘛是为你烦恼啊。你安尼，我真正足担心呢，所以才无说你讲到到去啊。你哦，无说你讲到到去，正阿娘知影，遮尔烦恼着，以后唔好讲出来，知无？我尽量哦。只要你后莫搁做这种互人烦恼的代志，我就袂有讲到到去的情形发生啊。好啦，阿兄无想要甲你讲这个。阿兄，你是安怎许？我看你的精神敢若无啥好诶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还是你的手还搁咧疼？无啦，怀英，阿兄的手这淡薄仔伤啦。我是受了阿姨嫂因一家伙仔明仔载就要离开遮，以后无机会搁看到因啦，所以阿兄心肝头怪怪的。好啦，阿兄忝啊，阿兄先入来困。看起来，阿兄真正足介意秀莲的。我咧做工。顺龙公主，你到底是走倒呀？你有敢问我你走倒，我都唔敢讲呢。你看袂拢我咧做，你知无？哈？嘿，顺龙公主啊，看你面哦，今仔无介顺哦。你讲我无介顺，你唔拿我无顺啊！最近大家拢做无顺的嘛吼，大家辛苦啊！你上辛苦，所以我亲手哦煮这补品，要互你补一下。补品，千里公主。但你是要骗我？对我这么好，这补品内面是毋是含泻药？你要互我流对不对？无，无，假是无哦，我相信。
还是退出喏？不，家己讲声钱，你哪可能个对我？请，千里公主，请，谈到你咁查你，你一点都问我呢，我拢唔敢讲呢。哦，多谢，高谢。你来去看嘛，你的工作我拢爱做，无讲就冇苦劳啊。干，你客我才应该。好，请慢用。可是我哥哥呢，辛苦你搁看家哦。无客气。安怎？你气味袂歹吼。改先南过苦瓜呢。苦酸，苦果装拄啊好啦，正如你即摆你的苦瓜面啊。我的面哦，唔拿苦瓜啦，即马拢总写2字，失恋。我就知哦，你找少年姑娘。我就知哦，我唔甲你讲过啊，三娘人莫讲四娘话哦，无迄个尻川，莫食迄个下药，莫摕咧好，千里公主，你莫讲这543的啦，拜托一下，我即摆要安怎？你找我就对了，我亲像你的贵人同款，我即摆就教你，玉查囡仔撇步，姻缘千里一线牵。姻缘千里一线牵。对，分做3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耐心甲爱心。我有啊。我知，你听我讲了。好，耐心甲爱心，你对少年姑娘的付出，我完全看在眼内。所以耐心甲爱心你拢有。嘿。第二，就是趣味。我有啦。我知，你听我讲了。我咧讲话你莫插嘴。我知你有趣味。所以讲哦，少年姑娘，伊是咧艰苦囡仔，因厝拢真善良，伊绝对袂介意迄种哦，温柔的书生无讲话迄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哪有可能？较细声的，我甲你开悟啦。所以讲哦，你爱讲一个趣味，互伊欢喜，伊若欢喜，伊会对这个世间有希望。我有讲伊拢无笑呢。我知啊，若有笑，我即摆搁甲你讲。来，第3点上重要的，对你来讲较困难就是。缘投，千里公主，你讲到重点啊！缘投，就是这2字，缘投甲我害死。我太缘投咧，少年姑娘敢若看到我的缘投，完全无看到我的爱心、我的耐心，嘛无看到我的趣味。哎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无够缘投。啥物啊？你讲我无够缘投？对，自古宝剑配英雄，英雄配美人。人不管偌有钱，一定要像安尼足缘投。人讲1钱2言3水4少年，5甲10好打，7味8味烂，9贵10古正。你讲啊，你敢若算命的呢？我甲你话一撇啦，你拄会当去算命。我咧讲正经，你就是无够缘投啦！你讲我无够缘投？无够缘投？你够缘投？我就是受缘投，所以我即摆唔免去救原因啊！是咯，原因就好对着。你缘投？你的目睭遐大，你敢若牛咧？你缘投？你若像同款的耳仔遮大片哈！你就是无够像，我甲你讲，你就是无够缘投。上无比你较缘投啦！像我遮缘投吼，查囡仔一大堆啊，你知无？无迄都无你搁讲一大堆。我甲好听对无？我甲你讲啊，我会对你遮尔好啊！这我吐过啦，你食落做。你开始哦，来，目睭，这食落哪会目睭疼？哪有可能啊？哎呦，我耳根啊！你溜，我唔敢溜。恁两个，敢已经袂记恁咧下凡的志业？度众生是要有透彻的大爱，恁已经是有心计啦，竟然无专心修炼，起痴心，顶美离入事情。世间人，就是因为这种七情六欲，
才有这么多烦恼。这种道理敢莫搁我教？是。心随境转是凡夫，境随心转是圣的。即马，我爱恁两个照事人心，将恁的起心动念面对、接受、处理，然后放下。假使恁两个若是有体悟，就用起来。是。面对、接受、处理、放下。面对，什么是面对？你知无？面对哦，应该是我爱面对我甲秀莲姑娘这段感情所带来的困扰。接受，就是要接受我根本就不应该爱伊，而且伊根本都无爱我的事实啊。啊，处理，咱来有透彻的大爱，袂当敢若有男女之情，这段感情爱处理掉。好，放下。啊，甲这段感情当作无发生过，安尼就放下。无处罚，甚至搁请雪儿夫人为小可加持灌注，小可实在感恩不尽。志雄，你是将军上信任的部下，将军真重用你。这摆将军要你的性命，是爱互你将功赎罪。以后，你来替将军风化效力，知无？小可早就已经将我的性命交予大将军啊！真好，真好！恁两个人拢是我上界亲近的人，有恁两个伫我身躯边咧甲我斗相共，我一切安顺啊！将军，这摆任务失败，袂当完全怪市雄，只会怪后天生家暴。啊，若无阿姨使一家伙仔早就无命。今日就放你耍！这狗奴才，下晡才要杀阿基山一家伙仔，真要过来杀我！你是在讲唬你？高手的马鬼，一命赌一命，你当用你的命来换伊的命，你打住！人拢是我上界亲近的人，有恁两个伫我身躯边咧甲我斗相共，我一切安顺啊！将军，这摆任务失败，袂当完全怪市雄，只会怪后天生家。啊，若无阿姨使一家伙仔早就无命。我嘛安尼咧想，何天生这个人袂当阁留下，趁早除掉。
秀莲明仔载就要离开啊！伊若走，唔知当时才当搁见面。讲这世人，我甲秀莲真是有缘无分，无度做伙。 规身躯咧，这么烧。哦，奇怪啊，来嘞！你们中奖？他主人就是他主人，即马阁有心情出来欣赏话。老实甲你讲，本来想要趁你困的时阵将你杀死。 互你一路好行。既然你即摆真心，就互你知影你是安怎死的。我是奉着大将军的命令来处理你的性命。大将军，大将军是安怎要来对待我？敢讲，我若惊迄当年被皇上处斩，甲伊有关系？哼，这个问题会当等你死的时阵去找你阿爹问候详细。这个狗命怪鸟。 真情拢互你渡过，今仔日绝对袂放你耍！你这个狗奴才，下晡才要杀阿基山一家伙啊，真要过来杀我！你是来讲唬我你？是啥？快点！高手的犯规，后面犯规的因子，一命赌一命，你会当用你的命来换伊的命，你。 打住！有这款代志，这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。何天生连个一点仔功夫都袂晓，哪有可能变作良民人心，将启阳吃落去？哼！这一是无将亲眼看到，绝对无讲白菜。点去！启阳受刷机的加持，功力大增，搁较侪人忙时的对手，一定是恁办事能力不足。 无法度通我将人抬死，搁叫人拍啊着当枪倒来，再添一款无路用的理由来骗我。哼，无路用的开销，来人啊！在，拖出去处斩。是，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将军，我感觉这件代志确实真可疑。伊讲的若是真的，我怀疑何天心。 就是经和灵王转世，经和灵王，这到底是什么代志？我知影魔界有一个净和灵王的传说，讲灵王转世进前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，后来唔知什么原因，将家己毁灭，纠缠搁再转世。 因暗主事，就是灵王出水的事实，所以我咧怀疑，何天星就是灵王转世。灵王转世，有这款的传说，何天星是灵王转世，这面哪有可能啊？这件代志关系真大，我一定要查好清楚。假使何天星。 真正是灵王转世，那安尼，伊若袂当变做是咱的朋友，就是咱上大的敌人。
看雪姬面色这么沉重，一定是真河龙王的出现，互伊感觉真困扰。天生敢请是真河龙王的转世，无可能吧？哪有可能？有啥日子会加持？我应该看有胡天星到底是不是灵王转世。雪姬，敢会是你去诱了唔对去？胡天星，我看根本就唔是什么龙王转世嘛。就算讲唔是灵王转世，我嘛看会到伊的前世啊。经现出胡天星外，我要看伊前世人到底是谁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性相远。我哪会拢看袂到伊的原型？敢讲，真正是我用唔着，也是胡天星的法力高强，我无法度施展我的法力，所以我才会看。是安尼，迄就真可怕。到底是何方的神圣啊？天星，到底是发生啥代志？你小妹哪安尼魂迷不清啊？安尼啊，我嘛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呢。妖怪，妖怪，妖怪，妖怪！华英，安尼伫遮，你紧醒醒啊！妖怪，华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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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莫怪，你莫怪，妖怪！华英，华英啊，我是阿英。你莫怪。华英，你是阿英，是天星啊！你们安尼吓惊尔，到底是安怎啦？我看到伊变成一个妖怪。妖怪？是啊，拄则我看到你变成一个半龙半人的妖怪。半龙的妖怪。华英，你是后白讲啥啦？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拄则市雄传来杀手要来杀咱啊！就伫真危险的时阵，伊用喊一声，就变成一个流面人生的妖怪。然后你就甲伊疼食落吧。疼食落吧。华英，你哦行到头壳破呀你，你哪有可能啦？你是不是甲我做噩梦，真个迷茫啊？无，我毋是咧喊你，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啊无，市雄伊人呢？拄则因甲我掠着的，讲要对付你啊！啊是安怎？因人拢无去啊！对，市雄人呢？我敢若会记得。市雄带人要来杀我，啊，然后伊的人甲你压掉，要甲你杀，阿兄想要救你，我就一直闪，一直闪，啊，然后咧，啊，然后什么代志我拢记袂起来，然后是安怎？然后是安怎？我拢记袂起来啊！阿兄。我拄则讲的拢是真实的，我真确定，你真正变成一个
我人我就会妖怪。好啊啦，你两个兄妹在讲啥，阮都听无。怀英，莫搁讲遐奇奇怪怪的话，吓惊恁阿兄。你搁休困者，啊？外言讲我变做良民人心的妖怪，这面哪有可能？休困，嗯。阿爹，咱唔是要离开，是安怎？搁要来妈祖庙拜拜啊？阿爹是咧想讲，离开之前来遮拜拜，求妈祖娘娘保庇咱一家伙仔，从今以后会当平安顺利。是啦，恁阿姊讲了无毋对，咱一家伙仔最近发生遮尔侪代志，好佳在有妈祖娘娘甲咱保庇，咱才会用逢凶化吉，脱过难关。希望咱离开了后，能远离所有的是非，平平静静过日子。阿爹，妈祖娘娘真灵下，一定会保庇咱。地主今仔日专工来向妈祖娘娘请安示的，感谢妈祖娘娘的保庇，阮一家伙仔会用平安团圆。祈求妈祖娘娘保庇，阮一路会用来逢凶化吉。地主赞会，奉命护送舍利子去台湾国，却伫半路遭受埋伏，舍利子被奸人所断，造成今仔日的局面。天下苍生，恐惊会遭受苦难之中。地主实在是罪该万死。阿爹，你都莫搁自责啊！对啦，阿日使，秀莲姑娘讲了无毋对，你已经尽力啊，无对不起天地，哦。阿日使，你为着要保护国宝，经历生死劫难。虽然舍利子即马落伫咧雪姬甲大将军的手头，无定着这是天，嘛无定着是上天要考验咱的智慧。所以万人代志真心就好啊，唔通有看欸，来。恁看包我，你是要去倒啊？阮阿爹是惊大将军唔肯放阮煞，所以决定要带阮离开遮。敢讲恁遮紧就要走啊？林公主，阮今仔来，除了祈求妈祖保庇以外，嘛是要向林公主来说道谢。阿姨使，林公主，连公是阮江家大恩人，这段时间有你照顾秀莲甲阿红，阮一家伙仔才会用团圆，真正多谢你。是啊，林公主，多谢你，多谢你会带阮。哎呦，我甲你磕头。我起来。秀莲姑娘，你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你后摆要行的路还佫久久长长。我知影雪姬真对不起恁江家，也毋过我希望你会当解开爱恨情仇的心结，学习慈悲喜舍的心量。林公主，你的意思我了解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放下仇恨，袂互仇恨磨灭我的心性。
哎呦！哦，奇怪，无代无志，这个雷公来卡一个遮大声，哇，踹一条哦！等下这个雨哦，一定哦，闪较巨凶的啦。我看哦，无先撇一下雨，雨较细时再走，内底泡茶啦。对。啊无咱就先休困一下，等雨较细再去走。啊，对啦，阿虎，有想要啉阿豆仔汤无？好。歹势我无煮，放生切啦。对了，小莲姑娘，来你请。阿姨三。请。秀莲、阿虎，请恁着原谅阿爹。阿爹会安尼做嘛是不得已的。相信有林公主照顾你，阿爹就能放心啊。保家卫国是我的责任。如今舍利子落入歹人的手头，我就应该承担一切，哪会用贪生怕死？我会想办法把舍利子摕倒转来。就算讲摕袂转来，嘛袂用落入歹人的手头，危害天下苍生。安尼毋才对得起我的良心。雪姬摕到舍利子了后，一定会来藏入一个秘密所在。若毋是伫咧厨房，就是伫咧房间，也若无，就是伫浴室。我一定要甲伊找出来。林公主，你赶快点我阿爹！你阿爹？公主，小兄，万里兄，安怎敢有找着？前天后天拢找过，找无阿二婿。那我来听是走去倒？哎呀，请我问你，今日将军府保护阿二婿？是。林公主，现在我哪天会伫将军府？内底敢有声音嘞？讲咩？哪里？有进去！进去！原来是阿二婿大驾光临，哪会无爱叫侍卫禀报一声？我嘛通好开大门迎接。既然互恁知影，就无啥物通好讲的。舍利子紧交出来！交互你！讲得，枉费你是朝廷一品大将军，食君俸禄，唔知感恩，反倒倒，去做出反背皇上、危害社稷这种不仁不义、大逆不道的代志。你，要死的人，讲甲讲这款话。出去，唔应该多言，学死！紧看一下，快点下！快点，安怎？阿二婿伫遮。娘娘讲得无唔对，阿二婿真正来坐雪姬迄个妖女啊！阿二婿唔是个对手，是条性命危险，来紧来去甲救啊！你敢唔法度？无，还是歹来救啦，用价钱。较细滴。这个，
阿二嫂，我无想要害死你，只要你若肯投降，我就放你煞。将军，你讲的是真实的？当时河标的人遐尼多，但是敢若阿二嫂一个人活掉，可见伊的功夫袂歹，请伊拼命奋进，宁死不屈，我真钦佩。阿二嫂，本来我就是一个爱财的人，只要你若肯投靠伫我的手下，为我所用，我就袂阁为难你嘛。总讲一句，要死要活，由你家己决定。我既然赶来，我就唔惊死。就算讲拍袂赢你，我嘛只好认命。只要我对得起良心，我死嘛甘愿。原来是吊后里生气的，我来看看。谢谢。阿爹，老回了，阿爹，阿爹，你爹坚持，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林公叔，我阿爹今麦到底安怎？请我问你，雪姬到底用什么步数？是安怎阿二嫂我撞着虎受遐尼重的伤？公主啊，迄个查某有够弄毒啦，每一招拢要治伊的命呢。还够有啦，够迄个无听着讲单，伊两个对我阿二嫂，这么比有影。阿爹，你一定袂当有代志，你一定袂当有代志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阿爹。阿爹，你别有代志啊，阿爹！阿爹，阿爹，够会啊，阿爹！阿爹！是安怎？我以热烈灌注伫阿二嫂的身躯顶，伊竟然无法度吸收。敢讲阿二嫂真是回天乏术。红颜树高旁，寂无听，孤单窗。我点无好我的听好。是安怎？我以热烈灌注伫阿二嫂的身躯顶，伊竟然无法度吸收。敢讲阿二嫂真是回天乏术。林公叔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救我阿爹，我拜托你，阿爹，阿爹，阿爹。秀莲，你唔免阁麻烦啦，怪伤已经无救啊。阿爹，阿爹，你一定要坚持，你千万唔当放弃。林公主实在这法度，伊一定能甲你养好。咱不要惊，咱不要惊，就我跟咱相当大意。你袂当帮我做你走啊！你袂当，阿爹。你袂当死啊！你真好起来啊，阿爹。秀莲，阿好。阿爹嘛真想要好起来，也毋过我的伤，我家己知影，就算是大罗神仙下凡，嘛医袂好。
阿爹对不起你，无法度照顾你，煞搁害恁去受着杀身之祸。阿爹，你莫搁讲话啊！你好害好困，莫搁讲话啊！你和阿爹讲完，可无讲，可无机会通讲啊。秀莲，阿爹走了后，你就要好好照顾阿红，带阿红离开这个所在。从今以后，问心卖命，好好过日子，哦。阿爹，你给我去啊！阿爹，你袂当死啦！阿爹。阿其实，你先莫搁讲啊啦，好好调养一下，较紧好起来。你免搁安慰我。林公主。阿姨仔，林公主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，请你一定要答应我。阿姨仔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？我想放袂落的，就是秀莲，然后我拜托你，替我照顾伊。保护这两个囡仔，我一定安全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我拜托你，林公主。阿姨仔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照顾秀莲甲好。对啦，我得好好保护伊。哦，是啦，阿姨仔，你放心。咱拢是好朋友，我会甲因当作是家己人共款照顾啊。我无爱，阿爹，你别有代志，你一定好起来，你别有代志啊！讲囡仔，人生在世，谁袂死？只是阿爹提早离开你。可惜，我无法度达成愿望，顺利甲舍利子手转来，解救伊啊无辜百姓。秀莲，阿爹要去找你阿娘，阿爹无法度去照顾你啊。秀莲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好好照顾恁小弟阿红，知无？爹，我知影，你讲的话，我一定坚持在心，我知影。也好我听你那气的话，听无？阿爹，我答应你，我相信我就听阿姐话。你答应我，你袂当死啊，阿爹。阿爹。爹，阿爹。阿姨婿是一个好汉，假使伊若是我的人，
我一定会好好重用。无管安怎讲，伊拢是一个可敬的对手。可惜，伊甲我徛伫敌对立场。唉，不能被我所用啊！可惜啊，实在可惜。即马讲遮的哦，都无路用啊！阿姨使已经互人救走啊！啊，毋过伊嘛伤了真重，恐惊的嘛救袂大。唉，死死哦，咱开始麻烦。后二婿若是死，实在是使人惋惜。无采一个遮尔好的人才，哪会当善加利用，必能有所帮助。好啊啦，将军，你莫阁烦恼啊啦。阿姨婿的代志，咱已经解决了。即马要对付的是何天心，想办法试探伊是毋是灵王转世。雪琪，莫非你有啥物好的办法？小玲姑娘，是安尼啦吼，伫民间吼有一种方法，会当甲人带你去地府，找到家己的亲人。这种办法就叫做关录音，是讲关录音，我会当带你落。也毋过我无把握，咱会当平安倒转来，迄真危险。啊，毋知你敢愿意？望眼像孤芳小无。外言讲我变做妖怪，甲雌雄拆食两百，这要哪有可能？我明明就是人，哪有可能变做一个完全无人性的怪物呢？是毋是外言去互雌雄行到头壳歹去？也是外言会做恶梦，甲梦中所看到的当作是真实的？奇怪，我明明是人啊，我本来是妖怪。也毋过外阳昏倒，这嘛是事实。外阳自细汉真活泼、大才、佮勇敢，哪有可能安尼死死昏去？我真是真像外因所讲的，我真正是妖怪。有可能，我是胡天星，我不是妖怪，我不是妖怪，我不是妖怪，我绝对不是妖怪，我是胡天星，我不是妖怪，我绝对不是妖怪，我不是妖怪，我不是妖怪。我不是妖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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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妖怪。华英，华英，你莫惊，我是阿英，我不是会拆食两百的妖怪，我更加要害你。你相信我，我是阿英。我嘛希望是放假，啊，毋过我真确定，知影代志是真实的，毋是我家己后白乱想的。华英，华英，阿英毋是妖怪，你相信我好无？华英，华英，你看，
也是有血有目屎、有肉活跳跳的翁兄。你放心，阿爷毋是妖怪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我相信你就是啊。阿兄，我在想，原说你是捡社魔附身，所以昨晚才会有这尔奇怪的行为。社魔附身？是啊，因为你是我的阿兄，咱两个做伙大汉，你哪有可能是啥物妖怪？所以我在想，无毋对，你一定是捡附身啊！捡社魔附身？阿兄，我看你的精神也是无啥好，今仔日就留伫厝内休困啊。下顿讲囡仔迄边，我来去照顾就好啊。好啦，怀英，啊若无，今仔日遐个囡仔就互你去教。是你哦。哦，懂嘞，你谈遐就好啊。哦，听我讲哦，阮将军吼叫我送这请帖来互你，啊，请你过去将军府一逝。啊，懂嘞，你过来这边客就好啊，过来。大将军派人要追杀阿二山一家伙仔，佮派雌雄来要偷死我。我若是去，毋着稳死。啊你是要去啊，莫去啊？你嘛甲我讲一声，我还等去禀报呢。去是死路一条，也毋过我若是无去，毋着互伊当作我是懦夫。好，要死嘛，得死互伊明白。我拄趁这个机会来请教大将军是安怎要对我赶尽杀绝。好，我对你来。你莫遮尔紧张，好无？我有代志要问你，是安怎一路上去对伫我后壁，你会惊到安尼啊？我听讲你变成妖怪，安尼一喙甲阮饲互伊食掉。我是得遮尔肥嫩，我惊你嘛一喙甲我食掉啊！你莫闹啊！好。喂，你生这肥搁圆，规身躯看看就肥出出的油较侪以外，你有啥物哈？我若真正甲你食落饱，对我敢袂健康，无好处呢？你讲我肥？我上讨厌人讲我肥哦！我对肥，你甲我看一下，这叫做古锥，古锥你捌无？好，你甲我讲开，我真正吼，我要甲你教死，我哪会当？叹死啊！手够酸的。
我甲你讲，食人我是袂晓啦。啊那。真感谢我专门的，真甜呢。我甲你讲啦，啊你捌看过妖怪哦，互拍甲安尼袂生气，啊佮袂反击的。我若真正是妖怪啊，你早就无命。你讲了有道理呢。迄妖怪吼，英英无代志，啊，就掠人来食。啊，好啦，我相信你啦，吼吼。莫食，迄将军搁咧等咱呢，行。哎呀，那，行。你甲我阿爹幸我好无？阿爹，阿爹你等我！你莫离开手啦，你等我好无？阿爹，阿爹。秀莲姑娘，你紧起来啦！雨这么大，已经过一天啊！我了着你身体会袂堪的啦，紧起来啦！阮阿爹一生真好，中间一天，手不开钱，脚不开命，因为着阮一家伙仔无性命去下庙，因为生死的劫难，心情痛苦心。结果伊的下场却是死了不幸的，你叫我这个怎么看是这样的真实？秀莲姑娘，你的心情我拢了解，也毋过你真正莫阁艰苦啊！要若无，就算你阿爹伫地下，伊嘛会真伤心，真毋甘。你阿爹要死正正，上届袂当放心的，就是你甲恁小弟。你即马遮尔艰苦，遮尔伤心，伊会真艰苦。你予伊安心去好无？我其实替我阿爹感觉无计较，因为讲话你咧下场，伊咧是安尼，敢讲真正亲像人咧讲的，好人无长命，害人老万年。我真正是安尼，天理伫倒位，公平正义搁伫倒位？对，你讲得无命。我对你比个家是老大，我跟咬你杀去，你为了家己利益，去太师，干什么过？你现在是最佳办事，就算拍袂赢，我甲美国做我嘛欢喜。你啊，你莫讲，你莫讲话吼，你会加艰苦的啦。是的，就算你无替你家己设想，你上无嘛要想你小弟阿红啊。因为这是细汉，你若讲落，伊是要安怎啦？人讲信息会当感动天，我要伫遮一直开，我要用我上大的心意来感动天公伯啊！我要求天公伯甲万众娘娘，我阿爹当活转来，我唔甘愿我阿爹都安尼活落去，我唔甘愿。人死袂当活倒转来。这是天公不变的代志，就算你了骗一世人，你阿爹嘛袂当活倒来啊！是啦，秀莲姑娘，人有命拢是注定，你莫阁艰苦好无？起来啦，好无？我要伫遮一直开，就算咱规家死我嘛唔起来。若是当时，我搁当去诱惑我阿爹，去照顾我阿爹。阿爹，你何总起来陪你好不好？阿爹。
恁敢讲袂记的啊？心不随境转，必然成就情家智慧。娘娘，这我拢知影，啊，毋过什么代志？娘娘，着秀莲姑娘啦，伊咧外口规暝规日啊，无要食，无要困，叫伊徛伊嘛无爱徛，讲啥物一定要跪到伊那遐会当活转来，若是无法度活转来，伊就要跪到死，去甲伊那遐做伴，当这是要安怎啦？对啦，啊，伊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外口雨遮尔大，我是惊伊的身体扛袂牢。娘啊，阮有喙讲甲无烂，啥物办法拢试过啊，伊就是无要听阮口劝。若是我安尼落去，毋知要安怎，所以即摆一定爱你亲身出马啦。娘娘，你来口劝一下啦，吼。娘娘，你看外口风雨遮尔大，就算是铁拍身体嘛袂堪的，而且秀莲的身体遮尔虚，啊，那万一，哎呀，人生人死，自有轮回定律。哦，来，小小药来啊！人讲有食药就有惊气，来，秀姑娘，来，我甲饲啊！我来，叫我摕来。安尼你会要抢，奇怪。喂，紧饲啦！正是，工作你讲正是，秀莲姑娘，你正是哦。是你分去，清风甲万里甲你救倒来。秀莲姑娘，你敢袂记你那爹要死之前交代你的话？你为什么要安尼折磨你家己？敢讲你要互你失去阿爹看了，互伊放袂落心？我无爱，我无爱。林公主，我那条在生的时阵，都一直甲阮讲，做人爱清白，爱忠情忠义，万事不求回报，只求对得起家己的良心。我那条一世人，会上重视的就是名誉。我即马煞去用陷害，时间不明不白，我真正无法度接受。秀莲姑，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唔但害着你家己，嘛害着往生的人。你是一个真有孝的查某囝，也毋过因为你直念的枷锁，会害你阿爹无法度轮回，甚至无法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虽然我只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力量无够，不过我敢看袂透我阿爹心愿。我相信我只要心心实意，都一定会当感动天，让我阿爹重新活转来。人间百态，如影如幻，流芳千载。不外如是，轮回万劫，正法难闻，强勇一分，不如解脱。秀莲姑娘，你只有是放下，才会当得到重生解脱。
天生啊，日前有听人咧讲，你忽然间变做一个良民人亲的妖怪，力大无限，勇壮无比，搁将雌雄甲吞食落腹，这敢真正是残忍传言啊呢？大将军，踮伫恶道的眼中，伊所看到的拢是邪恶之人；啊，若踮伫善良人的眼中，伊所看到的拢是心不正道。就好亲像是这杯清茶同款，恶道的眼中伊所看到的是一杯毒药；啊，若善良人的眼中伊所看到的是一杯甘露啊。讲了真对，讲了真对。莫怪是读册人啦，甲阮遮学武的人吼，看法无共款就是无共款啦。讲的甲做拢无共款。好，今仔日我就问我清楚。感谢大将军会当体谅天生的看法，是讲大将军，晚辈还阁有代志想要请教。有啥物代志做你讲出来，咱会使互相参详参详。是。敢问大将军，是安怎你要派人去杀阿二嫂规家伙啊？还阁有，你是安怎要派雌雄来杀我呢？大将军，你毋是捌讲过，天生是个人之主，你会照顾我。敢讲你所讲的照顾，就是要取我的性命？大将军，你想要杀我，是毋是要毁婚约？或者是大将军，你另外有目的，想要引毒后患？岂有此理！我身为镇南大将军，镇守南方72州，上至县官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因所有生死大权拢落伫我的手头，甚至连皇上亲身封官的顺安大人，我嘛听候升斩伫后灶。阁无讲是一个小小的江湖人物阿二师，日前伊护送国宝，佛陀舍利子，因为无能被人所夺，这是唯一死罪，我杀死是应该的嘛。将军讲了无毋对，将军是朝廷的官员，领的是皇上的俸禄，所以有真侪代志，伊无愿意做。嘛是迫不得已啊！你可能讲唔知影，皇上已经下旨，将军若是找无国宝，就要甲阮抄家灭族。唉，甲皇上做代志哦，处处爱小心，这就是做官人的无奈。啊，若雌雄要杀你，恐惊的。是你误会大将军啊！将军甲我拢毋知影雌雄要杀你，有人转来禀报，阮才知影这件代志。将军嘛为着这件代志，非常的生气呢。也毋过雌雄伊3更半暝走来要杀我实在想无，我甲伊并无冤仇啊。可能是因为因去找阿姨婿的时阵。拄好你伫咧现场，佮甲因斗3工，雌雄计是你甲因是共党的，以后会甲将军作对，雌雄一向哦，对将军拢真死忠，想袂到伊即届任务失败，才会欺瞒将军去对付你啊！我知影这样代志以后，我嘛感觉真心痛，只不过。会感觉对你较歹势。我来知影雌雄死的消息，将军才知影这件代志甲你有关系。阁有听人讲，你变成农民人生的妖怪，而且会请你来将军府
想要把这件代志问好清楚，阮哦是要表达阮对你的关心，绝对无这边的意思。你千万唔通生气误会呢。也毋过这雌雄3更半暝走来要杀我，这是事实啊！是讲雌雄的死，这完全跟我无关系。还佫有外口咧传讲我是良民人心的妖怪，我感觉这拢是无稽之谈。看胡天星这模样，无参像咧讲白菜。啊，毋过无风不起浪，不如用计来试探。若毋是灵王转世，可会当歹势的时阵，甲伊除掉。天星，这件代志哦，有人亲目睭看到，关系到你的名声。为着要证明你无中目，青正雌雄，我看安尼啦。我做法替你除毛，不但会当证明你的清白，佫会当互你终身有好无歹。唔知你的意思安怎？若是讲到雪姬降魔毒妖的能力，本将军会使甲你做担保。虽然伊一直无对我施展，啊，毋过伊若自称是第二个，绝对无人敢讲伊是第一个。这点你尽量放心。大将军讲了无毋对，为着要证明我毋是妖怪，我就答应你做驱魔仪式。大将军，今日晚辈就听你的话，我雪姬夫人为我做驱魔仪式。假使你真正是灵王转世，一定会献出原形。若毋是，拄好趁这个机会将你除掉。我足艰苦的，我足艰苦的啊！我求你啊！就在你的身上，我即摆有法子来治。你小啉来，真紧就好。凭雪姬的法力，我就唔相信你会当动我。你若不是龙王，就乖乖等死。我看你阁会当动偌久，就予我送你最后一条。你有错。这道菜光到底是啥？是对倒来？天星，你真醒啊？天星，好在你体内的邪魔已经互我逼出来，你即马无代志，你会当放心吗？我来倒位啊！雪姬夫人，安那呢？我要紧吗？你即马无代志啊，你会用转来。哦。多谢雪姬夫人，多谢大将军。那呢，天星先告辞。倒位。
是安怎无要伫伊的命颠倒放伊走？将军，伊的完成，敢若有人咧保护，我无法度伤到伊的身体。到底是何方的神圣？秀莲姑娘，啊，你要食饭无？啉水啊？啊是我来办一寡火送你，安尼好无？我啊，安尼我暂时无报啊。袂要紧，我来找万里参详者，我随等来，我随等来。哎，万里即摆才来哦，哎，伊拢袂笑。啦，药已经好啊，我来倒。嘿，安尼要抢？秀莲姑娘，药啊来啊，你啉一寡啦，吼。秀莲姑娘，你南方受到风寒，身体较虚弱，紧甲药啊啉落去。对苦难行出来啦，虽然当在受苦，也毋过并无感觉痛苦，因为伊的心中已经无苦难，伊不以苦为苦，这才是真正的袂苦。所以消极的出世，并无法度得到真正的快乐，只有是积极去治苦、体会苦，对苦难当中成长，自然就会离苦得乐。少年姑娘，你还阁有一个小弟需要你照顾，所以你必须要振作。林公主，你讲的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做袂到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真受到我人点想我拢死了。哎呦，秀莲姑娘，莫阁伤心，莫阁哭啊啦，身体要紧啊吼。万里啊，你莫阁讲啊啦！你讲的我拢讲过啊。亲像秀莲姑娘拄到家己的阿弟过往这种代志，真正是需要一段非常长的日子，才会当平复家己的心情。所以讲，咱莫应该加讲啊。像你这种无阿弟的人，你无法度体会啦，啊？哦。公主啊，我头仔讲真久，秀莲姑娘拢无哭。啊！你讲两句，伊就哭到安尼，我看无，公主啊，这我甲万里来处理就好啊。你先休困啦。哦。秀莲姑娘，你也保重。多谢林公主。对啦，人讲哦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啊，你莫受过艰苦，爱节哀，虽然哦，天热天苦好，点去，莫搁讲啊啦。好。万里，你会记无？咱迄阵啊去地府的代志啊。我都嘛知。我甲你讲哦，今嘛会当救阿基西方法，只有咱去地府直接摕阎罗王，叫伊的生死簿摕出来哦，命数改一下，哦，啊，迅速甲魂魄摕倒来，安尼伊才有可能活倒来啦。哎呦，这招够厉害哦！庄少年，你敢知影？生死轮回拢是命中注定的呢。世界生死大波，迄是冤天条，迄个足严重，你知无？啊，无你讲有其他办法？无吼，无，听我的啦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唯一会当救阿基西的方法啦，就是安尼啦。无啦，我甲你讲啊，这种小心！什么办法？小莲姑娘。是安尼啦吼，伫民间吼有一种方法，会当甲人带你去地府，找到家己的亲人。这种办法就叫做关录音。是讲关录音，我会当带你落，也毋过我无把咱会当平安倒转来，迄真危险。啊，毋知你敢愿意？本王知你今仔来，秀莲甲阿二师早就魂飞魄散。我就烦恼，就算讲你来拜托我嘛无可能逆天理的轮回，来帮伊得到勇敢。秀莲伊用手为真，请阎王袂用遐尼紧就定伊的生死。你来救我已经伤慢，恁爸仔囝已经落入六道轮回，重新投胎。啊？妈祖启示录，人所有痛苦、惶恐、不安。
是因为做唔到代志，迄个罪恶感所引起的。世界就是要防范意味咧，修正于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变做一种规矩，自然就会当避免犯错。拄着你挑剔的缘投送，若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，一粒心活动看梦想，敢望双双对对，永远心肝遐凄凉。夜梦离离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甘。青春赶无通，歌声烈酒烈暗，看阮舞步遥望岁月。